過去嘅嘢未必講啦。三樣我哋做到嘅，第一樣嘢。你發現咗有人跟蹤嘅，你打電話俾我哋24小時控制室。嗱，呢個係你自由打唔打？唔係，就係保安出問題。我相信你哋成條村所有嘅保安都知道發生咗咩事，係所有嘅保安都知道。嗱，其實我有個 post 放上網咧，就係一個老翁嘅保安。唔係，你話咧而家仲斷斷續續，我聽到我講咗大家知我，最近都俾人滋擾嘅，我咪第一話你俾翻日期時間我去調查啦。唔緊要，過咗去嘅我哋會調查。未來發生嘅，你介唔介意咧？你俾人知道時，你打電話俾我24個小時，我盡快安排。嗱，我就係保安出問題咯，即係你唔去查保安，你反而走嚟。因為咧，你打唔打俾我哋同事係你自由嘅，你覺得唔需要，你覺得有咩問題，你唔使打。第二樣嘢，你出入時間，你覺得俾人跟蹤嘅，你預早少少時間，嗱，舉例半個鐘至1個鐘，打電話俾我哋。咁咧，我可以專人同你安排一個專人去同你陪同出入。嗱，呢個我第二樣可以做到嘅。第三樣，如果你懷疑我哋所有同事，無論多少都好，一個人有2個人、3個人都好，參與咗呢個跟蹤行動非法嘅嘢，我唔介意由我去報警，警方即刻嚟參與調查。咁嗱，警方有警方程序啦。呢啲都係你自由嚟嘅，因為牽涉到侯女士你被人跟蹤，呢啲係你自由嚟嘅。咁但係報警方面，其實我可唔可以考慮下，我再同你答覆翻你啊？可以啦，都其實我相信你咁講話報警咧，你應該都知道警察係唔會查㗎啦。唔係，警察一個市民去通知佢哋一定會調查，一定會調查。但係調查個方向有好多，佢哋有好多嘅程序，佢哋嘅政策㗎嘛，我冇得干預嘅。我其實4年之內，我已經報警報咗30幾次嘅，4年喎，講緊係平均1年10次喎，你話正唔正常啊？所以警察唔查，我相信阿林經理咧應該係知道嘅。我未講咯，每個市民有權利報警嘅時候，不限制。只不過佢哋亦都有唔調查嘅，佢哋亦都有唔調查嘅自由啊嘛，係咪？唔係，佢哋調唔調查，佢哋有佢嘅政策，佢哋有個程序。咁或者你應該係知道佢哋係唔會調查，所以你先至會話報警咯。即係你唔去查保安，你直接叫我報警。但係佢哋有固定嘅程序，佢哋冇可能不調查，但係調查嘅程序佢哋有固定嘅程序啦。但佢哋真係唔調查㗎喎，我報警咗好多次，我知道啦。你有你意見啦，即係我哋唔係我嘅意見係我嘅遭遇啊。嗱，不如咁啦，係咪先？今日嘅對話咧，我總結嗱，我做個總結先。啱啱講嗰3樣嘅協助，我希望就侯女士你嘅自由去考慮下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，希望你有時間真係盡快俾我哋，因為咧啲記錄就會不斷咁過咗去㗎啦。唔係，我自己有記錄㗎，你想要我可以俾我自己記錄嚟。時間我哋，等我哋去深入調查，我哋有閉路電視影得到嘅地方。嗱，咁亦都一樣嘢啦，我可以同侯女士你講，我深信我現場嘅同事係翻工做緊村務嘅嘢。佢冇可能清楚知道一個任何嘅住戶、任何嘅生活嘅出入時間，冇可能。嗱，佢仲要咧預先安排喎，預先安排一個2個老翁或者3個老翁或者2個同事去做一個跟蹤一個住戶。我諗唔到一個理據係支持我係支持呢樣嘢咯，因為我林生，你有冇聽過有組織糾纏？組織佢嘅目的係咩？你有冇聽過呢個詞啊？佢目的係咩嘢？咁你有冇聽過先？你有冇聽過？跟蹤侯女士嘅目的係咩啊？跟蹤不外乎就係為咗錢啦。為咗錢嘅意思就係受咗嗱，好似偵探佢俾咗有人受咗錢，佢會調查某一個人啦。我哋同事有冇呢個可能性？冇。我可以同大家答翻大家冇，因為佢係當值時間，佢呢啲時間排到密，冇可能接到呢個生意。佢仲要揾2個老翁。嗰2個老翁嗱，資源問題啦，成本問題啦，佢揾2個老翁加埋2個同事，甚至或者3個老翁、4個同事去跟，佢嘅目的係咩？希望劉女士好話到俾我聽。呢個應該係你哋去查喎。唔係，因為或者我再問多次啊，其實你有冇聽過有組織糾纏先？嗱，我有冇聽過同而家嗰個情況係？我聽過代表同呢單嘢去掛鈎咩？我聽過好多嘢。我聽過，你唔使講其他，咁你有冇聽過呢一個？你既然提到，咪我同你講咯。呢樣嘢
我聽唔聽過同呢個事件唔可以直接掛鈎嘛？即係你唔肯答呢個問題，咁我明。好多罪案，我明。法例咁多個，係咪同呢個事件林生，你咁樣講落係冇意思嘅，或者我咁樣問啦，你話你係上年年尾調翻嚟兆康村，咁嗰陣時阿羅生仲喺度㗎嘛？咁咪走咗㗎啦！我嚟佢一定會走啦，我哋唔可以同一個職位兩個人喺度㗎嘛。哦，真係調翻嚟唔係副經理，而係一個真係坐正咗。羅生咧係物業經理，我同佢咧係做緊同一個工作嘅。咁我可能同一條村有兩個專員喺度㗎嘛，兩個同職位喺度嘛，保安當然有啦，清潔當然有啦，村經理唔會有兩個同一時間出現喺呢條村。即係你調翻嚟係經理嚟嘅，即係所以佢就調走咗。咁即係今年成年你都係呢條村嘅經理嚟㗎。係。咁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發生咩事咯。唔係。咁我明白嘅，我明白嘅。即係你要為你嘅行為揾一個藉口咧，咁我明嘅呢一樣。咁我咪完全明白點解嗰次嘅黃生佢打俾我話有個新經理姓林，想見一見你。咁跟住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咧，我出街，我好似去伊利沙伯醫院去查啲文件。點解都仲係咁嚴重嘅？明明有個新經理嘅喎，咁新經理點解會唔阻止咧？但我聽你咁講，我明白啦，因為你係上年年尾已經調咗翻嚟，咁即係話今年成年我喺呢條屋村嘅遭遇其實應該係 under 你 control 嘅，所以咁我完全明白點解佢阿黃經理佢通知我。侯女士先嗱，因為咧你過往一年咧，其實到而家為止我哋傾咗咁耐咧，你淨係俾咗2個日期俾我，9月15號同9月12號，咁跟住咧你未俾日期，唔係未俾時間我哋，咁嗱，咁我講緊1年嘅意思係有2次發生。我希望侯女士可唔可以再糾正翻我？除咗呢2日之外，仲有冇咩日子你記得到嘅？有個好方便嘅方法，你可以上我個 post， 其中我當時我喺個 email 裏邊，即係你哋收到轉介啦。咁我哋有上去睇過。咁應該有3個 post 嘅，咁其中一個係話就寫咗係專登係寫慈康村跟蹤嘅。咁其中咧，我已經係從8月份嘅出門，一直去到一路向前褪，去到5月份。至少有3個月嘅時間咧，我出門嘅時間、日子同時間，我時間有冇寫咧？放上網嗰條片咧嘅右下角咧，佢係有個 stamp 咗個時間喺裏邊嘅，你就可以睇翻個時間。我哋可以做參考。即係如果你哋係要查嘅，你哋可以跟翻嗰啲片，你可以查咗嗰啲日期同時間。因為喺8月6號拍段片，因為而家已經9月16號啦，我點樣可以知道當時發生咩事咧？嗱，短片可能半個鐘或者1個鐘。但係咧，你成個過程係連帶性翻連貫性啊嘛！我已經揾唔翻當時發生咩事啦，我可以做個參考睇下當時發生咩事。咁但係我調查唔到噶啦，希望侯女士明白，我真係插唔到手去再深入調查，因為呢度有。不過即係你問我攞時間啊嘛，咁唔係我要攞日期時間，我未同佢講咯。既然啊，侯女士你答到我，你個片有日期時間係8月嘅事，我同侯女士講。8月嘅事我已經調查唔到，再深入我可以做個參考睇下當時發生咩事。我試下啦，我調查嗰個內容，我同大家透露唔緊要嘅。我睇完段片之後，我會叫我哋相關響呢條村所有同事，我會睇翻係唔係我同事。第一樣嘢有冇出現喺鏡頭裏邊？第二樣嘢，我會問晒所有同事有冇認得呢條片出現嘅人係唔係我哋居民？我會嘗試下收集翻我哋係村民，我哋睇下揾唔揾到呢個村民。嗱，呢啲係嘗試㗎咋，因為我未必揾得到。第二，我揾得到，可能嗰個住戶唔答我都唔出奇㗎，因為佢私隱嚟㗎嘛。佢點解喺呢條片出現，佢可以唔答我㗎嘛？係啦，咁下一步我點做咧？我可以報警嘅，不過咧，我唔會報警嘅原因就係已經過咗去啦。我亦都冇任何嘅證據喺個片度發生咩事。嗱，好簡單嘅就侯女士，我舉個例子，我有段片。嗰個人直接同我對話，或者有啲動作。我知道你想講乜嘢，我完全明白嘅。你再講落去，其實都係嘥大家時間。咁樣啦，係即係我知道今年成年都係你喺度提正，即係你係坐正經理個位嘅話，咁其實我明白，你一定知道成件事嘅。咁或者你講翻清楚。知咯，侯女士，我唔知最近你究竟俾咩人跟蹤，幾年幾月跟蹤我都唔知。正如我問你知唔知有組織糾纏呢樣嘢，你都冇直接答啦。點解你唔肯直接答咧？因為我唔係讀法律，我唔係執法人員，呢樣嘢咧我冇聽過。我有冇聽過同你個個案唔可以直接掛鈎啊？不過侯女士，你不如直接同我講，你呢個名詞同我呢間個案有冇咩直接關係？有，我認為呢保安咁樣做，就係因為佢哋參與咗有組織糾纏。有組織糾纏並唔係一啲
不知名嘅人做嘅，係真係着住制服嘅人參與咗嘅。咁喺慈康邨嚟講就係保安。我未話咯，侯女士，你俾翻日期時間啦。你嗰日俾人滋擾嘅，我會捉晒所有嗰日翻工嘅人啊嘛。無論邊個時間，我捉晒出嚟，我逐個去問啦，面見啊嘛。如果你咁樣日期時間俾唔到時間，我點去調查咧？